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官司拍10年咯，即摆逆转胜，再迷是目屎四男随。2009年，莫拉克洪台高雄甲仙的小南村有381个人死亡，幸运无死的村民甲死者的家属，告高雄市政府要求国家赔偿。本来灾民拢告诉，也毋过昨经一审改判高雄市政府败诉，理由是当时应该由村长通知村民来撤离。但是村长认为未发生土石流，所以无强制雷疏散居民，这就是公务人员的疏失。所以高雄市政府爱赔15位的灾民，每一个人150万到300万不等的金额。2009年8月19，大家规落去真情，为人痛哭失声，因是小南人。小南，加油！2014年伫法院外口伫发，2016年伫法院外口流目屎。我们非常失望，因为2009年8月7日，扫过南台湾的莫拉克洪台，被称为800洪灾这场灾害，高雄甲县小南村和土石流引起，规庄381个人死亡，16个人失踪，小南灭村啊。好运度过一劫的130位居民以及死者家属，讲咱们水库的储水工程是灭村的凶手之一，所以讲高雄市政府爱国赔，要求赔5亿9千几万。一路来一审到3审拢败诉，一直到2016年，有15位村民被发回经审，即马经一审改判，高雄市政府败诉，爱赔15位灾民150万到300万不等。高危险浅市地区，那依照那个通报，其实应该要执行疏散跟撤离。市政府没有依照这个规定，主动派员去协助处理。高雄市政府是有违反作为义务的疏失。这样的判决，我们想是给小林村这些罹难者跟他的家属一个最好的慰抚。这个我讲都好村民真寂寞啊！希望那个治府莫阁上诉，因为已经要几10年啊。10年的官司总算有部分的胜诉，也过对村民来讲，家破人亡的悲痛，岂是金钱能补偿？